大家好啊，我馬同德。今日咧同大家講一講過去咧香港嘅天空咧就屬於飛機同埋輪島嘅，而家佢係作為香港國際樞紐嘅象徵。但係今日咧我哋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咧就係一個被低估咗個潛力咧，就低空經濟。響未同大家講之前咧，就首先咧歡迎嗰啲新聽嘅朋友仔啦，希望大家多啲關注我哋，免費咁訂閱我哋頻道，更加希望咧大家將佢發俾其他啲人收聽啦。咁低空經濟作為香港騰飛下一個新賽道咧，咁咩叫低空經濟啊？呢個距離地面咧就有3000英尺以下嘅空域咧，將會成為全球城市競逐嘅新戰場嚟嘅。由呢個深圳嘅無人機送餐到美國空中出租車嘅試飛咧，咁低空經濟嘅市場規模咧，預計響呢個2030年咧會突破3000億美元嘅。咁對香港嚟講咧，不僅係一塊經濟嘅蛋糕，更加係一個重塑城市經濟力嘅空中走廊。咁點解呢個低空經濟咁重要咧？咁低空經濟咧係以1000米以下嘅空域又係作為呢個載體嘅。咁通過呢啲無人機咧，eVTOL 咧就係呢個電動垂直起降飛行器，呢啲技術咧就實現咗物流嘅運輸、城市嘅管理、應急救援咁呢啲場景嘅創新浪潮嚟嘅。佢個戰略意義咧就響突破咗土地嘅限制咧，激活咗城市就係由呢個向空間嗰邊發展啦。舉個例，香港嘅地價咧就非常之高昂嘅，傳統嘅就係呢個物流倉庫就寸金尺土，非常之難求嘅。但係無人機咧可以將呢個貨物咧就直接咧就送達新頂嘅村落咧，或者係離島嘅醫院，咁節省咗80%嘅陸路嘅成本嘅。從未來嘅空中出租車更加咧就令到中環上班一族咧，就喺10分鐘內咧就可以跨越呢個維港。咁呢啲唔係科幻嚟嘅，而係將會成為現實嘅道理㗎啦。咁深圳咧由開通全球嘅首條無人機外賣嘅航線咧，咁每日平均咧就配送咗超過2萬個單嘅。咁喺呢個武漢深圳珠海開展出嚟嘅跨海呢個跨區嘅常態化嘅運輸，單日咧最高咧就可以配送咧超過2萬件。咁全中國咧就係第一家嘅具備醫療嘅冷鏈緊急救援嘅場景資源嘅企業，民用物流嘅無人機應用。咁由呢個鄉村咧到城市，從呢個試點咧到常態咧，所有無人機咧都係建立喺完善嘅安全體系裏邊嘅。咁配送咧安全飛行嗰個策略同埋沉重嘅即係設計，咁確保咧就係即係個別嘅單咧系統失靈之前仍然能夠安全咁運行嘅。咁全國首個空中協同呢個智慧物流嘅示範單位咧，就係結合咗物流無人機、無人車接駁咧櫃同埋人工智能協調等呢啲科技嘅。咁協助咧呢個深圳市區同埋大灣區城市之間嘅進行嘅物流配送，無人機咧就空運咧就往返咧呢啲快件，唔論咧外發同埋係接收都係咧通過呢個無人車作為接駁運輸嘅。咁原來咧就係仲放咗好多物流無人機接駁櫃，咁令到嗰啲客戶通過手機應用程式下單，直接咧就喺呢個物流無人機接駁櫃嗰度咧就接收物流無人機嘅快遞，咁實現咗零距離嘅空地協同嘅營運嘅。喺目前為止咧，深圳咧已經建立咗無人機嘅結合無人車智能接駁嘅系統，咁實現咗城市咧就2個鐘，跨城市咧就3個鐘內嘅配送嘅效率嘅。佢一般咧個派送咧就省咗半日嘅時間。咁喺新加坡咧就亦都試行緊空中出租車，咁計劃喺2024年咧就會商業咁營運嘅啦。咁而香港個獨特優勢係啲咩咧？咁先喺呢個天時地利人和嗰度同大家分享下咧。咁全球嘅低空經濟爆發嘅之前咧，全球咧已經有30多個國家開放低空嘅領域嘅啦。中國咧更加將低空經濟咧寫入咗呢個15大14-5嘅規劃裏邊。咁香港咧正係就喺呢個政策技術嘅交匯點。咁亦都明確咁咧支持咧中央明確支持香港打造為呢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呢個正係低空經濟所需嘅天時啦。咁至於地理咧，喺亞太樞紐嘅無人機高速公路，咁香港嘅地理咧個位置得天獨厚嘅。向北連接深圳嘅產業呢個群組啦。咁向南咧就係東南亞嘅市場嘅，向西咧就係粵港澳大灣區。如果香港咧能夠率先咧建立咗低空呢個物流嘅網絡咧，將會成為咧接觸呢個大灣區城市嘅空中橋梁嘅。好似咧珠海嘅無人機企業咧可以通過香港嘅機場咧就無縫咁接入咗呢個國際嘅航線，直接咧就係服務東南亞嘅客戶。至於人和咧就係法治同埋金融嘅超級連接器啊。香港個普通法制咧國際化嘅人才庫嚟嘅。
咁有成熟嘅金融市場咧，成為低空經濟提供咗信任嘅基礎。好似咧無人機嘅物流需要複雜嘅保險同埋責任嘅確認嘅，而香港保險公司同埋法律專家嘅即係能夠快速咁樣建立咗國際認可嘅標準，吸引跨國嘅企業咧就落戶嘅。咁香港嘅獨特嘅響呢個優勢咧就係地少人多啦，咁低空經濟咧可以緩解地面嘅交通壓力嘅。咁山海阻隔無人機呢個網絡咧可以連接離島同埋偏遠嘅地區嘅。咁亦都係國際嘅樞紐咧，跨境低空貿易嘅天然試驗場嚟嘅。咁為咗配合政府推動呢個低空經濟咧，我哋建議咧就試行咧就3條航線嘅，包括咧由數碼港去到長洲醫院，咁數碼港咧去呢個南丫島，咁亦都係南丫島咧又去呢個長洲醫院咁樣，咁咧就將呢個配送呢個藥物同埋其他嘅物件就送到去呢個離島嘅新區嘅。咁以呢個醫療咧緊急配送為切入點，將有效咁樣回應而家偏遠嘅地區居民嘅醫療咧物流嘅需求，從而咧提升咧市民嘅生活質素。以呢個數碼港往來長洲醫院呢條航線為例咧，而家現有嘅導航咧就要30分鐘一班，每次嘅航行咧為到68分鐘嘅。即使咧有物流無人機用呢個配送呢個貨物咧，飛行時間咧就時間咧就慳翻咗60%以上嘅。同時咧呢個物流無人機能夠實現咗24小時無間斷咁樣就運送嘅，避免咗交通嘅阻塞嘅困擾。除咗咧呢個除咗藥物咧同呢個醫療嘅物品之外咧，更加適合咧日常嘅用品嘅補給同埋派發嘅，甚至咧送餐呢啲服務咧，物流呢個無人機咧都可以實現嘅。咁全面咁提升香港智慧物流嘅效能。咁第3個階段低空物流嘅網絡咧，咁離島、北區都會區同埋大灣區咧，咁樣咧就係發展嘅。過去10年裏邊咧，呢個地區嘅物流無人機營運嘅經驗，同埋咧醫療嗰個緊急配送為切入點咧，實現咗呢個離島地區24分鐘個極速派發到市區。另外一個舉措咧就配合咗香港政府咧就推行高效率嘅創新低空嘅經濟，為咗未來嘅經濟咧又注入咗新嘅動力嘅。咁香港響呢個離島或者偏遠嘅地區個運輸成本咧，預計咧將會減少達40%以上嘅。咁物流無人機派送最大嘅效益之一咧，就突破咗地區地域嘅限制，咁滿足咧就係緊急嘅嗰個效率嘅需求。咁呢種高時效率嘅服務咧，每一次派發嗰個物件咧就十分有限嘅。如果要達到咧呢個低成本高效率嘅商業模式咧，吸引用戶同埋商家嘅投資使用，透過自動化接駁系統去控制人力成本，同埋咧提升呢個效率咧係比較理想嘅方案嚟嘅，更加有效咁樣達至咧物流無人機派送產品可以持續性。咁以長洲碼頭作為接駁點咧，提供物流無人機呢個降落咧，再通過無人車接駁，咁減少咗人力嘅裝卸同埋呢個接駁嘅環節。咁物流呢個離島配送嘅綜合成本咧就會顯著咁下降嘅。咁香港仲有咧背靠住呢個大灣區嘅國際金融中心空域管理嘅經驗同埋非常之成熟嘅。咁緊隨住大灣區經濟交流越嚟越深入，咁跨境嘅物流咧有助於深化大灣區嘅貿易連結，仲係呢個注重咧產業嘅創新嘅。咁以重輕即係重量嘅輕重咧，清關嘅流程咧簡化嘅商業文件，為咗跨境配送嘅第一步，並且進行咧擴展至呢個電子商務醫療健康高端創造嘅業務為例，咁成為大灣區經濟呢個貿易帶嚟更加高效率嘅供應鏈即係嗰個流通，咁實現咗長遠嘅同埋具成本效益嘅經濟發展。咁當然啦，低空經濟個發展咧就唔係一帆風順嘅，有人咧擔心咧呢個空域安全點樣保障私隱問題點樣解決噪音污染係點樣控制咁樣。咁但係香港呢個基因本身就係化挑戰成為機遇，例如我哋個民航處咧已經係啟動咗無人機操作員嘅註冊制度噶啦，未來咧可以進一步搭建低空交通管制系統，咁利用咧 AI 咧實時咁監察呢個航線嘅。而大灣區裏邊嘅科技研發合作更加咧聚焦咗解決呢個電池嘅續航、噪音嘅降級同埋咧科技嘅樽頸嘅。咁如果香港以個低空經濟咧我哋建議咧就響青衣咧作為呢個始點咧，形成咧香港嘅低空主幹線快速咁中轉嘅能力，同埋係高效龐大嘅地面派送嘅網絡。咁響香港咧，如果設立咗10個起降點咧，咁呢個離島地區嘅藥物配送為咗呢個試驗點，再配合咗特區政府咧開發北區都會區嘅政策咧，逐步咧咁樣由無人機嘅業務咧就覆蓋咗至北區都會區以及唔同嘅區域，最終咧實現咧大灣區跨境低空嘅網絡。目的咧就係將呢個大灣區主要嘅城市嘅接駁即係北區嗰個線咧延至深圳、廣州同埋中山。咁南線咧能夠延續到去呢個珠海同埋澳門，東邊咧就可以延至到惠州咁香港建設為一個大灣區低空經濟嘅中心之一。咁至於咧經濟嘅層面咧，咁呢個低空經濟都可以創造千億級嘅新產戶嘅。譬如好似
大疆創新帶動呢個深圳無人機嘅產業鏈，咁總嘅產值咧就超過咗1600億嘅人民幣嘅。咁香港咧可以咧發展低空經濟嘅研發咧，跨境嘅數據服務咧，咁航空金融嘅保險，咁數據咧亦都係國際投資行嘅預測，響2035年就全球嘅低空經濟嘅規模咧會達到1.5萬億美元嘅。咁響社會嘅層面咧惠及民生同埋城市嘅治理嘅。咁最主要咧就係呢個醫療急救咧，實現咗15分鐘就可以跨區救援。響2023年開始咧，深圳政府咧就透過呢個政策創新咁樣分階段咧就開放空域，先後咧就有呢個寶安同埋南山區呢啲制定咗物流嘅無人機飛行走廊，逐步咁擴大咗呢個營運嘅範圍。而家咧深圳市咧已經開通咗有400多條航線㗎啦，咁即係進行咗市內同埋嘅跨城市嘅飛行派送㗎啦。每日咧平均飛行咧超過咗1000嘅架次，每日咧派送嘅即係嗰個件同埋量咧就達到2萬嘅件嘅。咁除咗用咗有呢個深圳唔同嘅網絡嘅接駁之外咧，又更加連接咗唔同嘅便利民生嘅業務場景，其中咧包括咧協助深圳寶安區中心叫做血站共同咁咧就係推進咗物流無人機送呢個血液嘅項目啊。咁就喺2023年以嚟咧，為咗8間醫院咧係提供咗物流無人機緊急送呢個血液嘅航線嘅。咁交通升級方面咧，就空中出租車舒緩呢個香港嘅紅隧東隧咁嘅堵塞。咁喺呢個城市嘅管理咧，咁無人機咧亦都可以即係巡邏呢個即係檢測呢個山體嘅斜坡監控空中嘅即係空氣嘅質量咧。咁另外咧環境方面咧就喺綠色發展咧呢個新嘅路徑嘅。咁電動飛行器咧就減少咗呢個碳排放咁亦都可以精準呢個即係農業無人機咧可以噴灑呢個農藥咧，提供新界嘅農田嘅效率。咁香港點樣可以佔到呢個先機咧？咁樣我哋咧亦都可以參考內地咧簡化空域嘅審批嘅流程，咁建立咗呢個低空經濟嘅特區咁結合咗5G人工智能咁打造呢個智慧空管嘅系統，同呢個香港嘅科技大學咧香港嘅科技園咧咁合作，孵化咧本土嘅創科企業。咁亦都係招募嗰啲公眾參與咧舉辦咗呢個低空經濟嘉年華令到咧啲市民咧就體驗到無人機嗰個配送服務。咁建立咗安全咧同埋係法規同埋呢個私隱保護嘅機制，咁消除咗公眾嘅疑慮咧。咁呢個香港個空中時代咧就好快會出現㗎啦。咁低空經濟嘅賽道上咧就冇呢個旁觀者嘅，只有呢個搶佔先機嘅人。今日咧我哋選擇相信香港創新嘅基因咧，選擇就係相信呢個科技能夠突破呢個物理嘅邊界，更加相信咧我哋會仰望，當我哋仰望天空嘅時間咧，睇到唔止係維港嘅繁華更加係香港駛出未來嘅航線嘅。咁各位咧喺呢個160年之前咧，山頂纜車咧就讓香港人咧第一次咧就仰望到香港嘅城市啊。今日咧低空經濟咧就讓我哋咧更加全新咁樣嗰個嘅角度咁樣擁抱我哋嘅未來。呢邊咧天空咧唔不僅係一個飛行器嘅航道，而且更加係香港突破咗呢個土地嘅限制，實現咧產業變形嘅黃金賽道嚟嘅。咁我哋希望期待咧當呢個低空經濟騰飛嘅時間咧東方之珠嘅光芒咧將會更加照我哋嘅天空。咁如果香港維多利亞港咧就係作為香港嘅胸膛咧，呢個低空經濟咧就會作為佢哋嘅新嘅翅膀嚟嘅啦。咁傳統快速嘅成熟嘅底盤咧，同埋無人機就係低空物流嘅高效率運輸嘅能力。咁由過去嗰10幾年咧，喺內地咧逐步咁樣發展出嚟佢規模嘅商業嘅運作模式，包括智慧嘅醫療咧新鮮嘅冷藏鏈啦咁緊急救援同埋環境監察等多方面嘅應用咧。咁香港嘅低空經濟嘅營運模式咧，又已經有一個堅實嘅基礎㗎啦。呢啲創新咧將會有助香港嘅物流效率就促進咗呢個經濟嘅發展並且改進咗市民嘅生活質素。咁香港嘅低空經濟嘅項目咧，不僅咧就係技術創新嘅試驗場，更加係推動咗呢個城市智能化，解決物流痛點增加咗應急嘅能力，同埋咧促進咧就係區域嘅合作嘅重要舉措嚟嘅。咁提供充分利用咗內地嘅技術同埋成果咧同埋政府嘅支持，繼續推動咧無人機物流配送方面嘅進步。咁香港開發低空物流嘅服務，同時咧透過新型嘅運輸能力改善居民嘅生活促進咧香港成為大灣區低空經濟嘅樞紐城市嘅。現實呢個高效率嘅經濟增長，為咗未來嘅經濟咧就係發展咧注入一個新嘅動能。咁當有呢個醫院需要緊急調用呢個血液嘅時間咧，咁血站嘅工作人員咧將會相應咁樣將呢個血液咧放入去保溫箱裏邊。咁物流無人機嘅工作人員咧就會係運送至呢個起降場，咁令到嗰個機長檢查飛行條件之後咧就可以起飛噶啦。呢個保安中心嘅血液站咧，到呢個沙井深圳市中心中西醫結合嘅醫院為例咧，以前咧就冇呢個無人機嘅，需要咧就係用呢個醫院使用呢個救護車來回嚟取血嘅，消耗呢個時間咧約為2個鐘頭。而採用咗無人機呢個配送咧，
30分鐘咧可以將呢個血液咧就係送到噶啦。咁啊為咗咧搶救更加多人同埋節省時間嘅，咁啊早於咧2021年咧羅湖醫院呢個集團合作咧就推動無人機物流嘅智慧醫療綜合解決方案，咁啊亦都係可以咧運送呢個血液嘅檢測、核酸尿檢咁呢個多樣嘅樣板，同埋咧呢個醫藥工具等多種嘅物料淨係咧具備咧無接咁樣配送嘅特點滿足咗臨床各類嘅檢測樣板嘅安全運輸嘅要求。好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雞胸經濟講到呢度啦，咁啊好多謝大家收聽，希望大家咧繼續關注我哋嘅頻道咧俾個點讚多啲關注我哋同埋咧訂閱我哋嘅頻道發俾其他啲人聽咧。好啦，今日就多謝各位，希望下一次見到你哋，拜拜。